迎大家再次嚟到熟齡教室。上次我哋講到夫妻溝通裏邊嘅要素、溝通嘅媒介同埋嗰個嘅過程要注意嘅地方。咁既然溝通係咁重要喺婚姻嘅裏邊，可稱為咧，如果婚姻有問題咧，係婚姻嘅頭號殺手喎。咁所以我哋再值得花多啲時間再去探討有關夫妻溝通嘅話題。咁今次咧，我哋集中咧會講咧夫妻如果有衝突嘅時候咧，點樣處理衝突嘅原則，同埋點樣係有效嘅溝通技巧。喺《成報》我愛家庭曾經刊登過有關一篇係同夫妻嗰個面對衝突有唔同嘅處理同埋嗰個嘅效果㗎。咁嗰篇文章裏邊咧就講解到啦唔同嘅處理方法啦，跟住會引申出嚟嗰個效果。首先咧有一種咧就叫做裝作若無其事、逃避或者冷戰。咁可想而知咧，佢帶出嚟嘅效果咧，可以咧短暫舒緩呢個嘅緊張關係啦。喺短期嚟講，的而且確係有效嘅，因為炸地冇嘢發生啊嘛。咁但係長遠嚟講，根本大家嘅問題係冇解決過嘅，所以類似嘅情景會好容易喺生活裏邊又再次出現，咁衝突又會再發生，而跟住衝突出現又再撳低佢，又唔去正視嗰個問題，咁所以呢個係只係短期收效，長期係無效嘅方法。另一種嘅方法就係互相指責、推卸責任。雖然可以將自己嘅不滿去表達出嚟，但係冇留意到自己喺呢個問題上邊要負嘅責任。更加惡劣嘅就係將矛頭指向對方，去指責對方。咁樣指責咧係會傷害到夫妻嘅感情。長遠嚟講，呢種嘅溝通方法處理衝突咧係會破壞夫妻嘅關係。好啦，第三種就係順從遷就另一方嘅意思。咁同第一種係有啲唔同嘅喎。第一種咧係炸地冇咗個衝突，咁呢個咧係知道有個衝突，但係咧佢就順從佢或者咧遷就咗另一方。衝突係可以暫時平息，係好似冇損害到雙方嘅感情，但係讓步嘅一方佢就會因為自己真正嘅需要被忽略而感受到被委屈。讓步嘅一方又由於好習慣採取呢個退縮嘅姿態去處理問題嘅話咧，無形中咧亦都加重另一方去處理呢個問題嘅擔子喎。就好似咧長遠嚟計咧，就一個咧就成日做退縮嘅烏龜，另一方咧就好似成日變咗做要贏嘅大白鯊一樣。咁咧呢啲咧都係缺乏咗坦誠溝通，雙方嘅感情咧會日漸咧變得去冷漠嘅。其實咁最好或者理想嗰個嘅處理衝突嗰個方式係乜嘢咧？就係呢個放下偏見，平心靜氣去坦誠溝通啦。藉此咧就可以尋求到共識、妥協，互相可以補足並且可以解決問題嘅喎。咁個效果當然帶嚟咧就會係加深夫妻之間彼此嘅認識、彼此嘅了解。透過化解咗嘅衝突之後咧，令到嗰個感情咧係更加鞏固同埋跨進一步嘅喎。我哋咧又睇下化解夫妻間衝突嘅原則啦。第一點就要接納夫妻因為唔同嘅成長背景、男女之別同埋性格上面嘅差異而產生嘅意見或者衝突。首先，其實喺衝突裏邊咧，最需要處理或者要注意咧，就係自己嗰個情緒反應啊。好多時候咧，一有衝突嘅時候咧，就嗰個情緒咧就會高漲啦。咁我哋喺呢個時候要注意，唔好俾啲怒火去不斷上升，好似火上加油咁。咁喺衝突裏邊咧，就唔好講一啲人身攻擊嘅説話啦，或者咧好損害到對方自尊嘅説話。因為説話嘅效用咧係好大嘅，潑出去都要潑出去嘅水一樣咁樣。咁所以留意啦，當我哋去講一啲負面或者攻擊對方嘅説話嘅時候咧，只會咧將嗰個嘅怒氣去加增嘅啫。所以我哋要了解到自己，同埋選擇咧合適自己疏導自己情緒嗰個嘅方法。好多人都可以好簡單去做到疏導嘅方法，譬如話深呼吸啦，吸一口氣啦，又或者有人咧飲啖水先啦，行去斟杯水飲啖水先，又或者咧你覺得都唔得啦，你就甚至乎咧離開嗰個現場一陣，等到咧雙方能夠冷靜咗之後咧，先重新繼續去討論。好啦，第二點就係話要嘗試平心靜氣同對方討論問題，要放下成見，用心去聆聽同埋了解對方嘅感受同埋睇法。我哋講到嗰個語氣係好重要嘅。
要咧首先放下自己嗰個嘅怒氣，而用一個溫柔嘅語氣，可能會話我哋可唔可以討論一下？咁咧就引發嗰個討論嗰個嘅動機啦。咁咧就首先咧講清楚自己嗰個立場同埋感受，然後咧又讓對方咧有機會去發言，然後咧尋求共識或者咧尋求解決嗰個嘅方案。記住平心靜氣嘅態度就係處理呢個衝突係好有效㗎。跟住最後一點啦，就係話要承認自己有錯咯。能夠承認錯處係一個成熟同埋愛對方嘅表現喎。有陣時咧喺婚前拍拖嘅時候咧，有6個字好有用，但係喺處理衝突嘅時候有6個字都好有用嘅喎。呢6個字就係我愛你啦，對唔住啦。當然唔好對唔住咯咁樣啦嚇，就唔需要加啲助語詞，係好真誠咁樣喺衝突嘅裏邊都能夠溝通到俾對方聽，其實咧都係仍然係愛對方嘅。如果有錯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同對方講一聲對唔住。咁咧對唔住咧係可以咧對方一聽到之後咧，佢可以即刻咧消除嗰個嘅怒氣喎。當然啦，佢會感受到你呢個嘅道歉係真誠㗎啦，咁佢就自然會不計前嫌，不翻舊帳。有需要嘅時候咧，自己咧都需要同對方講對唔住，亦都咧要學習咧去接受人哋講對唔住嚇。當人哋講對唔住，你就要大方啲去接納佢嘅道歉。咁當然啦，自己亦都要咧需要咧向對方講對唔住，係一個雙方都有責任一個互動嘅過程，咁自然就會好容易去和好翻㗎啦。假如你哋夫妻2個人都係認真想大家嘅關係係良好嘅，只不過係欠缺一啲溝通嘅技巧，咁以下嘅建議可能會幫到大家。我首先講下有效嘅溝通技巧。第一就係要聆聽啦。聆聽係同聽嘢係會唔同嘅喎。聽嘢我哋可以聽到好多嘅雜音啦，可以咧聽到其他嘅聲音啦。但係聆聽咧就正如上一次所講到咧，係要聽到咧對方向你所表達嘅信息裏邊佢嗰個嘅意思係啲乜嘢喎。咁所以我哋要用一個尊重同埋接納嘅態度。配合身體語言啦，當然望住對方，面容係比較輕鬆一啲，好似咧好想去有興趣咧聽對方嗰個嘅説話喎。聆聽對方嘅説話內容啦，觀察一下佢有冇表情上面嘅變化、聲線等等，同埋嗰個嘅口語與非口語嗰個嘅言語嗰個方式表達呢會一致啦。咁第二咧，聽完之後咧，我哋就要澄清內容嘅喎。可以澄清對方嘅觀點、需要同埋感受，以免捉錯弄神。可以咁樣講，可以問佢你個意思係咪咁樣啊？又俾我哋舉一個例子啊。譬如先生同太太去咗一個嘅聚會，咁可能你就會察覺到個太太有啲唔同喎，有啲異樣喎，咁你就好想澄清啦。咁你可能咧就經過一輪嘅溝通之後，你就澄清你嘅意思係你好唔中意今晚同我去啊？定係咧你嘅意思係好唔中意去一啲嘅聚舊嘅聚會咧？咁呢啲咧就係澄清佢個內容啦。第3點咧就係同感心，意思就係話正確地反映對方嘅感受同埋意思。更高層次咧嘅同感心咧，就係能夠去講出對方其實冇喺言辭裏邊表達嘅意思喎。例如用翻頭先嘅例子啊，今晚嘅同學聚舊，你睇嚟好唔開心喎。呢個你睇嚟好唔開心，就係正確咁樣反映佢嘅感受同埋意思。呢個就叫做同感心啦。咁但係如果你可以更高層次嘅同感心，就可以咁樣講喎。今晚嘅同學聚舊，你睇嚟唔係幾開心。你係咪感到被冷落，冇人注視你？又或者你係好介意別人嘅目光嗱？咁呢啲呢部分呢都係呢個嘅發放信號者呢係冇講到出嚟，佢係感到被冷落，冇人注視佢，佢好唔慣或者介意人哋嘅目光。而呢個嘅接收者呢，同佢溝通嘅裏邊呢，能夠運用呢個嘅同感心，甚至乎係高層次嘅同理心呢，可以幫佢呢講出呢啲嘅感受。又或者我哋可以用引導對方說出感受啦。例如好簡單嘅一句問句：今晚嘅聚舊，你感覺點樣啊？最難忘係乜嘢啊？好，最後我哋可以用一個叫鼓勵對方說出期望嘅技巧。如果將來有同類嘅事情發生，又係同學聚舊，咁我可以做啲乜嘢令你會舒服一啲啊？
下一節呢，我哋會講到有效嘅説話技巧，大家唔好行開啊！